喺新加坡影鐵路，除咗車站月台，有心嘅話，其實可以發掘下周邊嘅景色㗎。喺東西線嘅加冷站，呢度有一條加冷河 Kallang River， 總長10公里，係新加坡最長嘅河流。鐵路穿越河流上方，入黑之後，列車更加會出現喺河流嘅倒影當中。冇啊嘛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Rail Tutor。